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批评中国对维吾尔穆斯林进行种族灭绝。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接受媒体采访，批评中国对维吾尔穆斯林进行种族灭绝，但表示不会致力于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会。布林肯周日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节目采访时，严厉谴责了中国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行为，称美国坚决反对中共恶劣的人权侵犯，并敦促美国公司确保不在该地区展开业务。布林肯呼吁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政府采取具体行动，确保没有任何公司向中共提供能够帮助其镇压人民的产品或服务。布林肯对节目主持人说，现在距离冬奥会还有1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重点不是抵制，我们关注是对话，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密切磋商，听清他们的意见，倾听他们的关切，但采取上述那一步还为时过早。最近，强迫劳动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世界各国政府已开始采取具体措施，要求公司承担责任。近日，法国的3个非政府组织联合起来起诉4个主要国际品牌，以使用维吾尔强迫劳动，从而支持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4月12日，反腐败组织夏尔巴、清洁服装运动的法国分支机构道德公共组织和欧洲维吾尔学院举行了有关该主题的特别新闻发布会。除了各组织的代表外，将维吾尔族问题纳入法国议程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欧洲议会议员拉佩尔、盖安代理人、法国著名律师威廉·布东等人参与了新闻发布会。欧洲维吾尔学院迪利诺尔女士说，由集中营证人提出的对申诉的调查现在已成为法国警察的任务。美国总统乔拜登在斋月的贺电中说，我们将继续保护维吾尔人、缅甸罗兴亚穆斯林和世界穆斯林社区的人权。乔拜登在斋月前夕的一份声明中说，我和我的妻子吉姆向美国及世界各地的穆斯林社区表示由衷的祝贺和良好的祝愿，斋戒愉快。拜登指出，自成立以来，美国穆斯林一直为该国提供了丰富的财富。在开发疫苗方面，穆斯林起着领导作用，并作为卫生工作者站在最前线，并指导我们的武汉病毒斗争。中国12日派出25架军机飞入台湾的西南防空识别区，创下中国军机扰台数量最高的一次行动。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1日表示对中国对台的侵略行动表示担忧后，中国12日派出25架军机飞入台湾西南部的防空识别区。台湾国防部表示，空军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去应对，透过广播与防空飞弹追踪并驱离中国军机。布林肯说，美国看到中国针对台湾越来越多的侵略性行动，加剧了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他说，美国对确保台湾有能力自我防卫有严肃的承诺，美国也会坚守这些承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试图用武力改变目前的状况，都将犯下严重错误。欧洲联盟昨天对进口中国平渣铝材制品技术临时关税，税率设在 19.3% 至 46.7% 之间。布鲁塞尔当局指出，这些铝制品透过人为低价在欧洲销售。欧洲铝制品业者先前提出申诉，指称廉价中国进口产品造成他们失业。欧盟执委会进行调查后决定开张这些关税，并于欧盟官方公报上宣布这项决定。